喺一個資訊永遠在線嘅城市生活，我哋嘅大腦好似從來都冇真正咁樣休息過。但係其實呢，只需要10分鐘嘅離線就足夠令我哋嘅大腦可以重新呼吸。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嘗試一個非常簡單但係非常有效嘅方法——數碼靜心。數碼靜心就係俾我哋自己一段完全唔睇屏幕嘅時間，唔需要特別冥想，唔需要去靜坐，只係俾我哋嘅眼睛、大腦同埋注意力可以從屏幕嘅世界入邊抽離出嚟。當我哋嘅大腦唔再被不斷彈出嘅信息拉扯嗰陣時呢，我哋嘅認知負荷就會下降，我哋嘅專注力都有機會可以慢慢恢復。研究發現，如果我哋長期處於高資訊流嘅環境下，我哋大腦嘅執行功能就會變得疲倦。而當我哋可以短暫咁樣停止使用電子產品，我哋大腦嘅前額葉皮層就可以得到休息。簡單嚟講，我哋俾我哋嘅大腦少少冇要求嘅空間，咁我哋嘅大腦就會回饋更加清晰嘅思考俾我哋。第一個方法，無電話早餐。食早餐嘅10分鐘，俾自己同食物同自己相處，而唔係同信息相處。第二個方法，返工返學時開啟專注模式，讓通知靜落嚟，你嘅腦袋就會跟住靜落嚟。第三個方法，將至少一個非必要嘅群組設為靜音。你唔需要時刻回應所有人，你可以先回應你自己。當你離開屏幕，你會開始聽到世界嘅聲音，風聲、腳步聲，甚至係你內心嘅聲音。呢啲時刻會喺忙碌嘅生活裏面，為你留低一個小小嘅平靜空間。數碼靜心唔係要我哋脫離呢個世界，而係我哋用一種更加健康、更加自在嘅方式重新連結呢個世界。希望喺每一日，你都可以揾到一段屬於你自己嘅靜心時間。